Yo，大家好啊！我哋繼續介紹得意雀仔啊。今日我要介紹呢隻一詞。你估你有冇辦法由佢嗰個好長嘅嘴仔度估到佢係咩雀呢？有啲難。咁啊，日文叫做一詞，咁啊英文譯做 Achi 咧，然後中文我翻譯佢做阿擠啊，唔係電影嗰個李亞擠啊。咁我哋一齊睇下佢嘅介紹先啦噃。首先，阿擠先生係男性，好，阿擠先生。然後性格のんびり屋，咁啊のんびり屋即係形容緊一個人佢嘅情緒起伏好少啦，佢做嘢好慢條斯理啦，佢做嘢係好不慌不忙，係用緊一個好輕鬆、好率性、唔急嘅方式去生活嘅一種性格。咁所以我譯做隨心率性啦。然後生日日期係7月21日。即係巨蟹座。然後佢演奏嘅樂器係ウクレレ，好，即係一隻夏威夷小吉他，咁啊即係4條弦嘅吉他啦。好，咁以下落嚟就係佢嘅個人卡片啦。哇，佢個嘴真係好大。我哋睇下佢嘅秘密啦噃。秘密1、派手な見た目とは裏腹に確かな演奏技術を持つウクレレ奏者。OK， 派手な即係好華麗、鮮豔、好有派頭、好出眾、好浮誇咁啦。然後な，因為你個下啲係な嘅形容詞，所以你形容名詞嘅時候要加個な啦。見た目之前學過噶啦，就係個外觀外貌。然後とは裏腹に呢個係個文法嚟嘅，咁即係話表示同前面所講嘅嘢係有一啲相反啦、唔協調啦、有矛盾啦、有抵觸嘅結果或者情況。我哋睇仔細啲睇下嚇。而家前面描述緊嘅就係阿擠先生，佢有一個華麗出眾浮誇嘅外表。咁即係話正常嚟講，你對佢嘅印象啊、感受啊就係得個樣嘅啫，虛有其表嘅啫。而你用得とは裏腹に，即係話後面要有相反、有矛盾、有抵觸嘅結果。即係話你以為佢得個樣咩？唔係啊，你真係唔好搞錯，佢好有料㗎。咁所以個とは裏腹に就係用嚟表示有啲有矛盾、有抵觸、有唔協調嘅結果啦。然後確かな就係實實在在嘅、確實嘅、好穩陣穩妥嘅。咁な都一樣啦，因為佢係一個な型形容詞，所以你形容名詞嘅時候又係要加個な啦，冇鬼用。然後演奏技術演奏技術啦，お就係表示呢個演奏技術係持つ嘅賓語啦，即係話擁有持有呢個演奏技術，所以演奏技術就係賓語咯，有呢一個技術。持つ就係持ちます嘅副詞形啦，咁啊持ちます即係擁有、持有、有啦，具備具備呢個字好。然後點解係副詞形咧？因為後面形容緊一個名詞啦，你用動詞形容名詞嘅話，就要將佢轉做普通形啦。然後ウクレレ奏者就係夏威夷小吉他演奏家。咁啊，成句應該點樣砌咧？咁啊，首先我哋睇呢個派手な見た目とは裏腹に，就係佢有一個好浮誇、好浮華、好華麗嘅外表。然後とは裏腹に就係、喂，唔好以為佢淨係得個樣啊，唔係咁噶，後面有矛盾嘅結果噶咁啦。咁有咩矛盾嘅結果咧？咁我哋個主角就係阿擠先生喎，即係佢啦。佢係咩啊？佢係一個ウクレレ奏者小吉他演奏家。好，咁然後點樣形容呢位小吉他演奏家咧？就係呢句啦。確かな演奏技術を持つ。所以你加埋一齊就可以咁講啦。你唔好以為佢淨係得個浮誇嘅外表啊！阿擠先生佢係一個有紮實演奏技巧嘅小吉他演奏家啊！咁啦，所以嗰個とは裏腹に小心咯，好難譯嘅呢個字。然後秘密2、自然をこよなく愛していて、効率よりも風情を楽しむ方が好き。自然即係大自然啦，自然啦。お就係表示呢個自然係愛していて嘅賓語，即係愛啊、喜愛大自然。こよなく呢個係一個副詞，就係愛嚟表示
嗰個程度極高、程度極甚嘅意思，所以你可以譯做何其地、深深地、多麼地咁啊。然後愛していて就係來自愛します變成て形，再加います，跟住再將愛しています變成て形，愛していて。咁啊，一開波嗰個愛します好簡單嘅，即係愛啦、喜愛啦。愛しています就係佢係處於愛、喜愛嘟嘟嘅狀態嘅處境，就唔係做緊呢個動作啊。咁然後點解係踢茄咧？就係表示前面嘅呢個情況、前面嘅狀況導致令到引致後面嘅情況發生，即係話佢極度喜愛大自然，令到佢嘟嘟咁咯。然後効率效率啦，よりも就係表示兩者有顯著嘅分別差別嘅。即係話阿齋先生佢喜愛另一樣嘢比效率更多更甚咁嘅意思。然後父姐點樣譯好咧？環宇風情畫啲 friend 咯，即係佢係表示由一種風景或者一啲建築或者一啲風土嗰度感受到佢嗰樣嘢獨有嘅味道韻味嘅一種氛圍，咁我譯做大自然嘅風雅啦。然後お就係表示呢個父姐係楽しむ嘅賓語啦，即係享受大自然嘅風雅。然後楽しむ就係楽しみます變成普通型，咁啊楽しみます就係佢享受啦、陶醉啦、投入啦嚇。然後點解普通型啊？因為你形容緊名詞啊嘛，所以你要將呢一個楽しみます變成普通型先可以形容個名詞啦。然後到個科就係表示喺呢兩個選項揀嘅話，呢兩個選項之下作出抉擇嘅話，呢一方面會好啲咁嘅意思。所以係講緊效率同埋享受大自然邊一樣嘢喜歡啲啊？呢兩個選項邊樣嘢好啲啊？咁嘅意思。然後加就係表示呢個父姐を楽しむ方係好き嘅賓語啦，即係話喜歡享受大自然多啲，咁所以個享受大自然就係個賓語啦。然後好き就喜歡啦，所以成句個意思就係阿齋先生佢係極其愛慕大自然，令到佢相比起效率，佢更加中意享受大自然嘅風雅。即係話佢唔係討厭效率，而係兩者相比之下，中意效率多啲啊，定係中意享受大自然多啲啊？哦，阿齋先生中意大自然多好多咁嘅意思啦。然後秘密3，自分で魚を取った方が早いのに釣りを趣味にしている。咁啊，自分で就係表示用自己嘅力量，靠自己嘅能力去做某一樣嘢啦。魚即係魚。お就係表示魚係取った嘅賓語，咁即係捕捉魚，魚就係個賓語。然後取った方が早い就係來自取ります變成竹，再加方が早い。取ります好簡單啫，即係捕捉咯，雀仔捉魚咯。他方がいい就係愛嚟表示比起其他項目冇列出嚟嘅，但係比起其他總括嘅項目，呢個項目會更加快啲。佢自己親身去捉魚，比起所有其他方式係會更加快咁嘅意思。然後 noni 就係表示作者對嗰樣嘢嘅不解同埋不惑。咦，明明佢自己親身落去捉會更加快啲嘅噃。後面要劇透下啦，就係奇怪啦，但係佢又中意慢條斯理咁去釣魚嘅喎，所以 noni 就係愛嚟表示個不解同埋不惑。然後 tsuri 就係釣魚咯，但係一個名詞嚟嘅。然後お就係表示釣り係趣味にしている嘅賓語啦，即係將釣魚呢樣嘢視之為興趣，咁個釣魚就係賓語啦。然後趣味即係興趣，にしている就係にします變成て形再加いる，咁にします就係將某一樣嘢處理為、整為、視為弄成另一樣嘢，因為你釣魚就係釣魚啊嘛。但係佢係將釣魚處理為、視為興趣咁嘅意思。然後にしている就係表示佢已經處於呢種狀態，已經處於呢種處境。
咁一樣咯，唔係做緊呢個動作啊嚇。咁所以成句加埋就係作者佢對呢樣嘢覺得不解啦。明明阿劑先生佢自己親身落水捉魚會快啲㗎，但係佢又將釣魚視之為佢嘅興趣喎。OK，咁所以我哋最後公佈個答案啦噃。阿劑先生係一隻カワセミ翠鳥啊。咁翠鳥的確係好擅長用佢個長嘴嘴去捉魚。咁通常啲攝影界嘅發燒友都會叫佢做小翠噶啦。希望大家鍾意阿劑先生同埋夏威夷小吉他啦。我哋下次見。